就每年我大年初一都是最无聊的一天。突然想到，我爸跟我妈那2个手机是我上学的时候给他买的，现在他们那2个手机基本上怎么说呢，就是一块砖。然后现在又过不，今天去给他换个手机去。原来大家都这么闲啊！这给我推荐的，从进来到拿上不超过2分钟。出来买俩手机，顺便哄了哄孩子。哎呀，其实在家睡觉挺好的。来呀，兄。过跑先坐，要小米还叫你听说的，哦呀，有办法这么好弄才也是。一人一瓜，俺就爱，我那还行，俺就爱，有办法。你说今年俺再找俺怎么说？又叫俺查，又叫俺买手机，人家再找俺怎么说？我说了就说这就头，又叫俺查，又叫俺手机，再叫俺活吧，再回去干活，等俺挣钱嘞，就给咱分的吧。怎么样，亚雄国豪？哎呦，这主也打了你的。